我哋先講啦，富秀清晨嘅阿仙奴啦，然後再講啦，入到決賽嘅聖日耳門對住國際米蘭啦，可以有啲乜嘢寄望？阿仙奴面對聖日耳門啦，46強啦，互42碼淘汰咧熱門之一嘅利物浦啦，再到8強啦，5-4合計比數啦，淘汰維拉。經過呢4場波之後啦，聖日耳門係成熟咗好多嘅。咁而結果啦，喺準決賽2個回合，阿仙奴啦只得賴斯同沙卡啦係較為編得好啲啦。其餘位置嘅球員啦，要麼就未達標啦，要麼係睇唔出咧自己應該有水準㗎。係我哋記得咧馬基斯、夏維斯啦傷咗，但係哪怕佢哋兩個踢得的話啦，我諗阿仙奴太多窿啦。嗱，1到20啫嘛，係天巴咧喺荷蘭叫成名啦，但係未經大賽洗禮啦，而且都係23歲啫。咁而咧就路斯士基里啦，更加18歲啦，有啲咁多拔苗助長㗎。即係呢兩個位啦，攻與守嘅進退失據啦，係令到阿仙奴今日咧失咗好多控球權。今次中場咧最令我哋失望咧，應該就奧迪加特啦。的而且確佢同沙卡連線啦，係近2季都能夠攞到英超亞軍嘅主要功臣啦。但係條路咧俾人 lock 死晒啦，好似今日咁啦。聖日耳門咧對沙卡嘅鉗制啦係足夠㗎，但奧迪加特咧已經冇另外嘅眼界啊，或者調度啦，令到自己班波踢得舒服啲。佢作為重心啦，唔能夠令到咧佢夾賴斯同埋湯馬士啦係踢到啦係攻守兼備㗎。最尾咧就踢死賴斯，咁而湯馬士柏迪啦。雖然佢喺聯賽係夠用啦，但係踢到啲最高端嘅局啦，始終見30有幾啦，速率亦都係下降啦，幫唔到咩手。於是乎咧，啱啱過去嘅第2回合啦，我哋最多話阿仙奴叫做虎頭蛇尾，頭10分鐘啦，好威猛㗎，有4個可以入波嘅機會啦。不過撞正啦，東拿路馬變得好好喎。咁而捱過呢12分鐘啦，我哋可以咁講，聖日耳門啦，每一個部門啦都係控制住阿仙奴，每個部門啦都係比較突出嘅。咁而教練調度方面啦，2個回合亞迪達俾我哋感覺啦，都係慢啊。咁而慢當中咧，亦都係不足啦。好似啱啱過去呢場波啦，佢用咗3個調度啫，幫唔到咩手㗎，係杜實嘅表現啦好啲咁多。尤其係而家咧，就俾聖日耳門雙炒之後啦，聯賽大概率咧都會成為3亞，要突破呢個成績啦。我諗貝達、亞迪達咧要收購位置嘅球員啦，都幾多。至於聖日耳門咧，就連續3圈淘汰賽咧，分別擊敗咧就3隊英超球隊之後咧，佢哋嘅實力咧可以話綻放㗎。去到決賽對住國際米蘭啦，先我哋睇下啦，東拿魯馬大戰蘇馬啦，邊個救波會多啲？咁而後防線咧，亦都會上演咧就右閘世一嘅爭奪戰㗎。咁到時咧國際米蘭咧有杜費斯啦，咁而呢邊梗有夏基美啦。可能到茅與盾嘅爭奪啦，由 KK7 領導嘅聖日耳門進攻線啦，雞強啦。但係其實琴日我先讚過啦，國際米蘭啦、盧中青3代啦，組成防守線啦，亦都係好強㗎。咁另外咧，國際米蘭打穩守突擊啦，但係聖日耳門嘅中場啦，亦都非常平均啦，攻守兼備。尤其我想讚嘅啦，就一位無名英雄啊，佢喺葡萄牙賓菲加啦，係打架炮手進攻比較多㗎。但係嚟到俾我哋基改造啦，祖奧利維斯呢個金童啦，而家喺位置感啦、覆蓋範圍啦，以至到攔截嘅效率啦，都係貫徹歐洲嘅。要講到呢度咧，兩隊波都好平均啦，好全能啦，攻守兼備啦。有個話題喎，大家一路喺度講邊隊攞冠軍，邊隊嘅代表球員啦，應該會成為咧金球獎嘅得主啦。國際米蘭啦，你哋會話拿特勒馬天尼斯、聖日耳門咧，則好似埋尼迪比利啦。但我越諗越唔同意，唔係佢哋兩個唔好啊，而係咁多個隊友都咁好，你估到時啦，金球獎會有邊個冷門爆出嚟啊啦？